头山登来台湾来看南投草屯的中正路有一间草下墩雅舍。日本时代是林务局的员工的宿舍，这个日本式的建筑保存甲真完整，即卖正式公告为历史建筑，按算未来要作为林业文化的展示场所。两栋保存了真完整的日本式的厝，为民国20年起到即卖历史悠久，因过是捌做林务员的员工宿舍，后来拢无够用啊。本来拍算讲厝拆了，将地幸福南投县政府，无就透过文化局文资审议制度，将这珍贵的厝家留落来。他们因为这个建筑物已经超过50年，会勘完之后呢，委员们认为说它具有文化资产价值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提报到全县的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，也获得全体委员们一致通过。正式公告为历史建筑后，当时号名叫做草下墩雅舍。南投林区管理处经过规划整修后，未来作为林业文化的展示场所，透过多元的方式，和民众进一步了解台湾林业发展的历史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